呢輪突然間開始拍翻片喎，講下啲乜嘢咧？啱啱就喺電視裏邊咧睇到好多講買車賣車嘅嘢，咁我咧就不如講下我自己都係算係一個強項啦，都係幾有經驗㗎啦。今日同大家講車，二手車好，買新車，點樣買車買得精明，點樣揸車揸得精明，我用我呢幾十年嘅經驗同大家分享。Hello， 大家好 ，DJ 日記。今一集嘅內容咧，我就會講車。咁講車，其實咧我就非常之有資格嘅。喺我嘅人生裏邊咧，冇正式統計過啦，最少都有買過20幾、30部嘅車以上，可能更多啦。有機會咧，有時間咧，如果大家觀眾想知嘅咧，我都試下統計。我嚟咗英國4年，爭少少，咁已經咧係買咗第5架車。換咗啦，當然唔會同時擁有咁戇居啦。咁我今日第一集講車，我講啲咩好？不如就講下我買過咁多車，究竟買二手車好定係全新車好呢？大家有咩分別呢？我梗係買二手車最多啦，因為由我最近而家呢架車講起我而家呢架車咧就買一架二手車，亦都係我人生中咧第一架揸嘅電動車，純電車。點解買二手車會比較着數比較好咧？同埋點樣去揀二手車揀咩年份嘅好咩牌子好嗱，首先一樣嘢咧就先講我哋嗰個價值觀或者你講我哋擁有幾多財富？哇！我嘅錢係多到不得了嘅，冇所謂啦。即係可能有啲朋友佢會講電話咁啦，一出新款嘅電話就換，一出新款嘅電話就換，完全唔會諗佢嗰個價值或者佢使用嘅價值使用嘅價值嘅意思就係當我買翻嚟可能1萬蚊，賣出去係9000蚊，用咗1年。咁我嘅使用價值就係嗰1年咧，就係其實用咗1000蚊嘅啫，嗰樣嘢。咁玩二手車一樣㗎我買翻嚟10萬蚊，可能1年之後我賣出去9萬蚊。咁我嗰1年裏邊咧，嗰個使用嗰個價值咧就係1000蚊嘅啫。咁其實1000蚊，咁除翻12個月，其實我每個月咧都唔使100蚊，即係大概就係咁計啦。可能我講錯啲單位啦，1000、1萬、10萬、100萬咁樣啦。大家調節翻個腦。買二手車其中一個好處啦，先講好處啦，就係佢嗰個價值會低嘅。好似我而家啱啱買咗呢部二手嘅電動車。電動車咧喺好多人個概念裏邊咧就覺得哇，佢嗰個價錢咧跌得好低㗎，真係唔抵揸㗎，即係唔抵買唔值得買㗎。你一買翻嚟咧就跌50% 㗎啦。哇！如果你買架電油車或者油渣車，可能都係跌30% 到嘅啫。新車落地，咁但係電動車咧一跌就50% 㗎啦。我就係睇中呢個點啦，所以我買架好新嘅電動車。我而家嘅電動車咧就3年都未夠落地3年未夠。咁新車價值，當時嘅新車價值3萬幾英鎊，即係大約30幾萬港紙啦。我而家買翻嚟15000英鎊，即係15萬港紙多啲。咁即係話跌咗一半有多㗎啦，大概係我用40% 嘅價錢買翻嚟。咁2-3年嘅車咧，一般嚟講咧都會好新淨好企理嘅。因為一般人買新車翻嚟咧，頭嗰1-2年都會比較錫車嘅，好好保養佢抹得乾淨啲嗰啲污漬咧，就算你唔係成日洗咧，都唔會起晒漬即係如果你買架上到5-6年、7-8年嘅二手車，好多時嗰啲漬咧，啲窿窿、啲邊位嗰啲咧，門邊位嗰啲，尤其打開嗰啲頭冚位打開嗰啲邊位咧，係已經清潔唔到噶啦。因為嗰啲位長期你都唔會清潔㗎，尤其是你揸得3-4年開始咧，架車開始有少少花座位有少少舊有少少殘你就覺得呢架都舊車嚟㗎啦，唔會咁錫佢㗎啦。咁所以買二手車，如果你能力夠嘅，買架2-3年左右嘅二手車係好正㗎
咁買二手車有咩唔好處啊？嗱，其實講真，喺英國買二手車又好，喺香港買二手車又好，我都經歷過好多好多噶啦。有啲人就話啊，要點樣 check 下架車啊？有冇大撞啊、細撞啊？有冇啲咩問題啊？有冇需要維修啊？咁其實咧，車咧係一個工具嚟嘅，佢一定會損耗嘅。去到某個年份、某個里數咧，就某一啲嘢咧係必須要維修嘅。所以你買二手車嘅時間，你買7年、8年嘅二手車，你買10萬公里、10萬英里嘅二手車，咁必然有一啲嘢需要維修，要去俾錢去改造嘅。咁我以前後生嘅時間都係買啲好舊嘅二手車㗎，喺香港買5、6年嘅二手車啊，行咗5、6萬公里嗰啲啊，喺香港嚟講咧算係好舊㗎啦，使用率好高嘅車嚟㗎啦。咁嗰啲會平啲咯。咁點解啊？能力有限嘛。咁錢有限噶嘛，咁梗係唔會買架咁貴嘅二手車啦。咁所以你需要負責嘅嘢咧，就係往後可能需要維修咯。咁啊，頭先講緊架車有冇問題喎？喂，講真，嗰啲二手車行收你架車翻嚟，都係兜個圈望下，即起佢望下，睇下有冇大撞，睇下有冇大震，有冇大問題。咁你話表面有撞啊，補下油嗰啲咧，其實10成8都有噶啦。咁你買得二手車就唔好咁介意呢啲嘢啦。買架新車翻嚟都有機會揩過花咗補翻油嘅，絕對有可能嘅呢樣嘢，你唔會知道嘅。新車車行亦都唔會話俾你知。所以咧，買得二手車就有呢個心理狀況，你唔好當佢係新車咁買咯。所以我哋揀二手車嘅時間，基本嘅你可以揾相熟嘅車房，即起佢望下有冇大撞，冇大撞，咁你試過揸。冇咩奇怪嘅聲，架車唔會走去偏埋一邊，偏左或者偏右，咁行得暢順，得車又暢順，停車又暢順，咁就買得噶啦，冇問題噶啦。表面靚靚仔仔，接受到嘅靚仔啦，咁有啲花嘅，有啲剩嘅，你接受到嘅，咁就買得噶啦，就係咁噶啦。因為當你賣翻出去嘅時間，如果你賣架二手車出去，亦都有啲學問㗎嚇。咁有機會咧，如果大家中意我呢個話題咧，我又會繼續同大家分享下㗎嚇。咁喺英國買二手車同香港咧有少少唔同嘅。咁喺英國買二手車咧，基本上我哋都係上網買車㗎啦，叫做上網睇車、上網揀車，揀到你合適嘅，所有條件滿意嘅，包括價錢啦、外形啦、嗰個車嘅型號啦、嗰個咩級數嘅車啦。所有嘢滿意啦，基本上你落車嗰啲二手車行睇車就差唔多係望一個圈冇問題，試下架車。頭先我講嘅嘢都冇問題，就博取㗎啦。咁英國仲有一樣嘢嘅就係可以你俾幾磅10磅8磅就可以上網睇埋佢個報告。佢個報告咧可能係唔係直接睇到佢有冇大撞或者大問題，係咪偷車嘅。咁但係佢個報告咧就睇到嗰啲保險公司接唔接受呢架車嘅保險啊？如果佢經過大撞嘅車，又經過保險公司去索償嘅車，咁就一定知道咯。經過偷嘅車，保險公司又索償過嘅車，又一定會知道嘅。所以一啲大問題咧，除非你真係好唔好彩咯，嗰架車人哋大撞過，跟住又唔 claim 保險，自己整翻走去賣翻出嚟嘅，咁我覺得呢個好少嘅機會㗎。咁所以咧就可以好放心買我哋嘅二手車。同埋預咗㗎啦，如果經二手車行去買車，無論喺香港又好、英國又好、馬來西亞都好啦，咁必然係有個差價嘅，因為二手車行佢哋都有佢哋嘅運作成本啦，佢哋要收啲車翻嚟，要儲存啲車、租車位擺呢架車，跟住要佢都要承受個風險。萬一佢哋收咗架車翻嚟好大問題，而賣唔翻出去或者嘅價錢會跌咗好多嘅，佢哋都有個風險。咁佢哋都有 sales 要出糧，要去招呼你，要教你點樣㗎用架車去同你安排好多嘢，文件上嘅嘢又好，或者俾你去試車都要時間㗎嘛。咁所以有個成本喺度嘅。如果你買車有經二手車行，賣車有經二手車行咧，咁你個價錢咧可能會有大約如果喺英國嚟講啦，2-3千英鎊啦，一般嘅車2-3千英鎊嘅差價喺度嘅，咁貴價嘅車可能會高少少啦。咁喺香港嚟講咧，就嗰個差價一定都有喺度嘅。咁如果你話想再慳啲嘅，喺私人市場買咯。而家私人市場好方便㗎，好多啲咩香港就28.com，咁英國咧有好多網站賣車，咁亦都有啲私人嘅市場咧就會擺喺呢啲網站啦。甚至乎最簡單啲嘅咧就係 Facebook 咯。
Facebook 有個私人買賣嘅網站，喺嗰啲地方買賣車都有，我都亦都試過喺私人嘅市場買車賣車，喺二手車行買車賣車，兩樣我都試過，係試過好多次嘅啦。最後咧喺影片完之前我都講下，買賣二手車我都試過賺錢嘅，係賺錢㗎嚇。OK， 咁今日影片到呢個為止，大家中意我嘅影片又中意呢啲話題嘅咧，不妨喺留言區嗰度話俾我聽咁我又繼續同大家分享下。大家想聽多啲唔同嘅嘢咧，都可以喺留言區嗰度話我聽，咁我又可以分享多啲俾大家睇下。記得留言、讚好、分享、撳鐘仔，多謝大家，拜拜。